喂，Raymond話時話啦，其實理財三劍俠咧係咪你老作㗎？絕對唔係老作。其實話說嚟講咧，喺2004年咧，我有個機會咧，真係去美國同埋三藩市矽谷去觀摩人哋點樣做理財規劃。而當時嚟講咧，理財規劃係一個好新嘅名字嚟嘅，因為真正呢個名字咧係2001年咧先開始進入香港嘅。咁嗰陣時嚟講咧，喺美國真係流行理財三劍俠，就係律師、會計師同埋財策師缺一不可。點解咧？律師好似阿 Albert 咁好專業，識得信託法啦、鋪備啦，好多唔同嘅法律或者係遺囑。但係一講到遺產稅、增值稅，尤其是喺美國啲萬稅之國嚟講咧，律師真係唔知道嘅。好啦，而會計師好專業，咩叫做隔代稅？你都知美國啲稅真係多到不得了嘅。但係咧，一講到信託法、其他法律嚟講咧，真係有個真空嘅。而我財策師嚟講咧，就係知道乜嘢叫做信託法，乜嘢叫做鋪備，即係遺囑認證啦，或者持久授權書。而遺產稅啊，唔同嘅稅種嚟講咧，我哋理財規劃師都略知一二。咁當然，如果真係講規劃嘅，到時譬如話寫信託文件就會揾律師去幫手嘅。咁同埋嚟講咧，有時信託嚟講咧，真係會牽涉到開間公司，好似家族辦公室啦。公司法嚟講咧，就要揾會計師去搞咯喎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財策師咧係中間嚟講咧就係穿針引線。最重要喺美國呢個萬稅之國嚟講咧，佢哋唔做理財規劃咧，隨時係超過70%嘅資產咧係俾咗美國政府嘅，所以絕對唔係吹水㗎。